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议会议长补选闹甲风风雨雨，除了进前定数委员会因为议程敲无好造成流会，现在佫传出有人假传圣旨，用代理议长郭信良名义发函引发董事人郭信良不满。上午除了紧急邀请议会主管召开关门会议，代理议长郭信良强调将全力找出幕后黑手，并严厉处罚。在9月20号呢，竟然发了一张的公文呢，请示行政院，看是不是呢，我适合担任这次议场补选的主席一职，请行政院这个解释这个疑义。我是认为这次的黑手竟然发这张公文呢，我不知道。这如果还要请示的话，那整个全国的议会都乱了。我是票选出来的副议长，正式行政院内政部转文给我，我是正式代理的议长。我如果不能够担任主席，那由谁来担任主席？如果这个政策解释出来说我不能够担任主席，那全国所有的临时会、议事和定期会都要推选出来当主席，那全国都乱了。怎么有各种公文、行文用我的名字发文出去？竟然我自己都不知道，不清楚，到底是哪一只黑手企图影响了这次议长的补选？我感到非常的遗憾以及心酸。你觉得发这个文的目的是什么？不让你去主持？这个我还没有了解之前呢，我不敢妄加揣测。但是这是不应该的行为和动作，竟然发这个文，我自己都不知道，而且是用我的名字发文出去的，天大的笑话，陷我于不义。就是这份议长补选大会主席到底如何产生的请示公文，代理议长郭信良在完全无被告知的状况之下，公文就被发出去。对此，议会秘书长陈英基也承认公文是伊代决，因为是属于内部艺术组甲法规研究室议文部分请示，但无告知代理议长确实也有疏失。法规跟议事组他们之间有法规疑义的话，他们想去厘清而已啊。那个可是盖议长的章基本上不是都要不是有我郭信良那个不是他分成负责嘛，分成负责当然我想说这是法规的疑义而已啦。然后想说我没有想那么多啊。其实我们没有，你也知道我做事情就是议事事务跟议会行政，我们不都分得很清楚了，不会说。也不会想去参与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也不是我们可以参与得了。议会主管会议过后，代理议长郭信良也马上做出处罚，就是将法规室主任甲法规委员会专委两人职务对调，林书令马上生效。后续将继续追查到底是谁交办，找出企图介入议长选举的幕后黑手。咱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教育局为着要勉励特殊教育人员，并感谢因的辛劳甲奉献，22号伫桂林国小举行优良特殊教育人员表扬记者会。但收评局长也到现场鼓励长期伫特殊教育服务的每一位老师。他们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心力奉献在所有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身上，而这些孩子也因为有校长啊、老师们大家的无限的关怀，而让他们呢在学习跟成长这条路上呢，能够克服他自己在身体上面的身心上面的就是不是那么顺遂的地方那老师校长们的给他的这个关爱跟支持，让他们在这条路上呢可以得到那种伙伴的关系。会中嘛有家长特别来现场感谢老师，因为有因的陪伴，让囡仔会当快乐学习。其中得到今年教育部优良特殊教育人员的桂林国小校长林志正，甲特殊教育特别有缘，为大学到博士读的拢是特殊教育相关学系，也是台南市目前唯一持续专攻特教的校长。
我想我们现在特殊教育的一个趋势就是一个融合教育。那融合教育绝对不是只有硬体上，它更重要的是在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互动跟体谅。那我们学校，我很高兴，我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团队长期经营，所以贵人国小是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一个校园。我们希望透过一些了解，去化解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解，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也请家长进到校园来分享。我想这个也是全国独创或者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从家长的角度，我们老师更能够去了解一个家长的感受跟他的需求。优良特殊教育人员颁奖典礼将要在9月23号在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并且选出10名优秀的老师接受表扬，因为有因的耐心甲爱心陪伴特殊教育学生成长，互因未被孤立，因着无障碍的快乐学园。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管弦乐团推出文学音乐计划，首先以文学音乐剧第一届首部曲作为文化中心32周年的庆祝作品，内容描写台南第一条街道，也就是即卖延平街，同时丰富热闹的景象，以及拓宽所引发的文化抗争，让人会当好好回想早前时代的历史记忆。延平老街。这延平老街对台南人是非常非常有记忆的，尤其文化界都还记得民国83年的那一段所谓的保存延平老街的文化运动。那至今已经20几年，当时候的年轻人现在也跟我都差不多了。曾经当时候有一批年轻人，像叶崇立他们，都是坐在延平街上的这一群人。当他们听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透过音乐的方式、文学的方式来呈现那一段的历史，我相信对他们是非常有感触的。这些当时候的这一群文化运动者，一定会想进到我们的剧院来看，同时再回想那一段过去大家参与的这一段文化运动，然后23年后再来看延平老街现在的发展。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触了。这届文学音乐剧第一届首部曲，总共有5种不同款的场景，每一场的音乐都是全新的创作。这一出戏总共有5幕戏，那5幕戏总共有12首音乐，这12首音乐全部都是创新的。或许很多人看到节目单海报，那到底是演哪些曲目啊？所以其实第一节里面它所包含的人生百态。你要进到音乐厅来，你才知道这音乐跟剧情跟人的感受会有很大的、很深刻的印象哈。我觉得这一次的音乐会有比较特别的，其实是我们音乐剧创作其实常常都以歌词为主导哦，大部分就是我这几年的创作，大部分都是我们歌词出来了，然后我们有词我们就填曲。那这一次以音乐会作为一个尝试哦，其实我在跟碰哥啊，跟泽一老师。然后在做创作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说，有没有一个创作我们是可以以音乐做主导的？那在创作本身，我们突然就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就以这一次呢，就希望我们做一个音乐会的一个第一届的一个音乐会的一个版本哦，就是有说书，然后我们以移民馆这边的主要的音乐哦为呈现的片段哦。那在音乐里面给予观众一些对于故事、对于画面的一些想象。现场也有一位特别来宾，担任第一届首部曲重要的灵魂角色碰饼伯，要以讲故事的方式带观众回忆到那个年代。我希望我能够在说书方面发挥比较大的功能。那一般提到说书哦，而且写底下讲安尼其实，它真的很难哦。我是刻意说它很难，但大家对我印象深刻一点哦。一爱分好几种声音去讲。你买白药，讲一届买3罐、买6罐啊，一个你较好啊，这是白药啊。你若感觉第一届，你对过去有怀念，麻烦你来这行行，最后太文绉绉，听到会困去。这是半夜的广播声音，所以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刚刚好。
能够配合气质这么好的乐团。文化音乐局第一届首部曲将伫10月1号、10月2号2天，伫咧文化中心演艺厅举行，邀请大家做伙来观赏迄段美好的延平老街历史。等新闻网找采访报道。总经费293.6亿的台南铁路地下化计划，其中经费分摊的比例，中央出87.5%，市府出12.5%，全数拢由政府出钱兴建，而且工程所需要的土地甲原铁道都市计划变更以后，主要作为铁路兼道路使用。市府为了避免外界误解，针对行政院协定的版本，除了公益性以外，针对必要性的部分，甲临时铁道方案比较起来，不管是用地处置、建物拆迁、古迹保护、交通维持、甲时间风险以及营运成本等等，综合评估起来，拢明显较好。我们看到后面呢，现在的这个铁路地下现行轨道地下道部分铁轨跟那个地面大概有4.5米的这个高差这个是符合现行的这个交通规范的，大概净高部分大概4.6米、4.5米部分来开始处理但是如果是我们自治会市民提出的这个方案临时轨方案势必在这个地下道的东侧就是靠近我们这个位置再铺设一条临时轨的话因为它现在已经地下道属于地下道高层要往上爬的位置了，所以地面高层是稍微有往上高，已经提高了所以在这个东侧再铺一个临时轨表示说这个以后车型的这个空间的高层变从4.5米可能会变成3.5米3.5米。那3.5米的话，在交通的这个规范是不符合的有一些比较高度一不小心的时候经过这个地下道路口的时候可能车顶的部分就会受到一些卡住可能对交通的这个顺畅、交通安全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当然，有关铁路地下化的都市计划变更，全数拢配合工程所需要，变更成为公共设施用地。其中以北区的起点为伫县公路中头前的20几号主体为例，因为住户后壁面通行航道嘛是未来地下化范围。但经过工程拆迁执行的协调以后，住户拢同意缩减用地，申请融资补偿，佮回到原地重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台南市的这个圣公女中的这个门口也是未来这个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的这个北段的这个起始点那实际上起始点的部分，因为要从这个平面的这个铁路转成地下化，所以这里是一个渐变往地下这个一个匝道的这个位置所以未来这个匝道位置现在我们后面看到现在有一条巷道这巷道目前大概也是这边的住户在通行的一条道路那也是未来那个铁路地下化这个工程的这个位置那照这个位置的话，现行的这个巷道如果还是要保持一条的话，势必它这个右侧的这些建筑物可能稍微也要拆迁但是市政府在都计划办理过程当中跟这个大概有20几户的这个地主稍微有点沟通他们是说，如果以后的交通如果不是那么便利的话，他们是可以忍受那市政府也从善如流在铁路地下工程的这用地范围可以这个施作的情形之下住户可以忍受一些交通不便利就稍微协调同意拆迁的这个面积范围可以来缩小所以让这些住户可以回到原地再做一些这个重建的工作，继续居住在这里所以市政府在所有的这个都计划审议过程当中实际上也考虑到这些住户的一些这个意见那只要这个工程的用地不影响这个工程的施作，有些事情是可以沟通来进行一些讨论的。市府自从接受交通部委托代办都市计划变更作业以来，就尽力协助甲沿线居民的说明，而且考量每一位拆迁户的状况甲立场拢无同，一一协调，强调绝对毋是袂当参详。接续后一集的新闻专题，咱特别锁定专案照顾主体，以先起后拆方式来确保拆迁户徛起的权利。电新闻军及郭不义专题报道。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
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筹备半当外的第32届世界诗人大会，后个月22号将伫台南召开序幕。大会筹备主席蔡奇兰、上海邀集文化局长叶哲山以及地方士绅、诗人共同召开筹备说明会，用市面公布这项好消息。差不多有14个国家到目前来报名参加。迄个介大团队就是即个。韩国因有9个人，即个计共差不多有30-40个国际即个诗友来参加，加上国内60-70个，安尼上百个，可能是即次要到大义励志家，甲咱台湾文学馆这2个所在。大甲开会，甲咱台南所有民生古迹的一日的古迹巡礼。会中文化局长叶哲山也表示，一方面除了代表市府欢迎世界诗人大会伫台南召开，另外针对大会将表扬苏明先生对台湾贡献表示肯定。这届伫咱10月份开始，就是咱台南的文学季吼。这个台南文化季这次由这个蔡奇南先生，也是诗人渔夫吼，伊特别去邀请到世界诗人大会32届，做伙要来台南市来办理。这届诗人大会有一个足重要的工作，就是讲要这个桂冠诗人这个头衔来颁奖给一个咱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台湾独立的史明先生。我感觉讲。伊的一生而那写一部台湾的史诗所以来颁予伊，我感觉是实至名归啦吼。这次以台南市来办理这件代志，我感觉讲对咱台南市一个民主性地来讲，嘛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件代志。所以希望到时阵这人。大家共同来见证。这次世界大会总共有来自韩国、日本、印度、加拿大等总共15个国家参加，就8位诗人共同研讨吟诗，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一旦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生车祸，事故责任的归属往往需要专业的判断。因此，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委员会就提供这款的服务。目前在台南车鉴会服务的志工徐乃义，继承爸爸的志向，已经投入这项服务10多冬，也是车鉴会唯一的一名志工。在20几年前就到退休之后就到车鉴会服务。那因为我也要找说当志工的地方，那刚好有我的爸爸引荐，所以我。因缘机会才会到车鉴会服务。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动力？因为我想说只有2个字：热忱。因为我有保险的背景，然后如果民众有问到或需要的地方，可能会帮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就持续让我有这个动力继续做下去，可以做那么久的时间。车鉴会编制人员甲经费拢相对偏少，有徐乃义这样用心的志工，长期来帮助这些因为发生车祸需要帮助的民众，也让会务运作更加顺利。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这个学员相当专心，伫咧准备结业典礼所要呈现的餐点，因用心料理，就是希望会当呈现上界丰富多元的成果。证明因伫咧19礼拜
总共360点钟练习成果。其实各行各业看什么所在所呈现那个料理的一个方式也不同，但是最重要是伊个精华，也咱这个360小时不管学科或者术科，有很多那个咱师傅老师来真用心来教，同学嘛做认真去学当然最主要都局长伫赶行程最主要是受到咱的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经费补助。咱较得以在暑假期间有这个机会来，会使齐聚一堂，会使学这的物件。这届训练的课程对菜单设计、产品制作、流程控制，甚至是餐饮服务等等，全部拢有专业的老师教导。整个流程，互学员会当了解。因也希望每一位学员拢会当伫咧训练过后，顺利找到工课，就业率达到100%。单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光三越中山店伫咧今年秋天来临的时阵，率先要伫9月29号举办百货周年庆，全馆侪商品拢有促销回馈，化妆品上悬有28%优惠。全馆也推出买5000送500，为期25天的周年庆，要互民众买愈多，赚愈多。那我们今年新光三越中山店周年庆，除了有总公司规划的全馆满5000送500，还有大家店法尔克 iStore 首7日贵宾卡独享的满万送1000之外，还与蛋黄哥马来貘联名推出了联名赠品，包含了积点送以及卡有礼。那此外，中山店更与知名品牌 Roots 宇宙人推出了周周卡有礼，那就是希望能将最优惠的购物体验提供给顾客。这届周年庆，新光三越中山店也推出上届古水的卡有礼，网络人气插画角色蛋黄哥马来貘，用入唔惊落雨的风水袋啊，耐看实用的小背包以及行动电源，要互民众伫咧每一个礼拜拢会当收集无同款的好礼，每一届 shopping 拢有无同款的趣味。单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